中石冈乡有片山林，是园艺专家罗能业育苗栽植的理想园地。中海拔、排水好、温差大，正适合富裕红豆杉。因为红豆杉是一种挑战是一种比较高难度的但是将来的对人类的空间会很多。我们要尽量去繁殖它。在地球已经存在250万年的红豆杉，成了保护树种，需要繁殖富裕。原因很讽刺，因为它对人类有用处，枝叶和树根可萃取紫杉醇抗癌，让红豆杉从高级木材变成了医疗药材，引来滥伐盗砍。你现在不做，就永远都没有。你现在做，将来就有机会。下一代他就会看到很大的红豆杉。总要有人起头。罗能业从树苗开始，前2-3年放盆栽里，之后定植破地上。而在花园另一边，长得略比人高的红豆杉，至少要花10年以上。如果说去种树的时候，你是在富裕这个地，所谓的富裕就是养这块地，这个地生生不息。对你去养这块地，这一块地会回馈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罗能业以行动回馈。除了红豆杉，园区里有700种花草树木，每一株花、每一棵树都是一个切入点，呼唤对土地爱护的情感。所以在这里的园区，整个中心概念就是要爱护大自然嘛，对不对？愛護大自然，对不对？愛護大自然，還有個珍惜地球資源，珍惜地球资源。对，因为要留给后代。对，我们现在就在富裕这块土地，给下一代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让这块地充滿生機。所以要愛護大自然，珍惜地球資源。漫步绿荫下，罗能业分享着他的植物哲学。他说：“人在，树也要在，而为下一代留下绿色净土的心，也一直都在。愛護大自然，珍惜地球資源。愛護大自然，珍惜地球資源。